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前瞻基础建设特别条例，今礼拜伫立法院才三读通过。立委吴伟泰伫上午的会动经议员过国文化部处执行长陈宗明，邀集市府交通局到平时总文站会看进度。立委吴伟泰指出，目前台南轻轨南线的部分已经规划完成，但日线因为阁有争议，所以目前也在评估当中。要求市府爱事先做好规划，也就是找到替代方案。我想这个部分要跟大家做一个比较清楚的说明。蓝线的部分是已经核定了，而且先期的规划费，1500万已经拨付了，哈，就是已经通过了。所以说蓝线已经开始做这个规划，开始做。然后这个接下来如果它已经通过可行性评估，然后评估完了这个规划费再开始做设计。那如果通过的话，那整体预算就可以进来。然后绿线的部分，因为还有一些路线，还有这个有一些争议，所以还在做细部的讨论。那所以说，目前也还在做环境，这个不是做环境，是做可行性评估。那一旦可行性评估通过了后，才会这个依序进行。所以绿线蓝线是有点进度上的落差。离甲轻轨同款，那里前瞻计划的铁路立体化，往北将延伸到永丰、新市、善化。经议员过文化部处执行长陈宗明，有个大桥车站会调向代替甲轻轨双铁共构的方向规划，但烦恼未来的交通会造成更较大的冲击。我们是在于说，现在因为在3月24号已经正式在铁路地效已经动工了。那未来我们要知道连衔接的部分，甚至我们面临一个很严重的交通黑暗期哈。光这次的抛销迁移就已经产生到周围的交通非常的混乱了。每天上下班如果有过去那边中正路或是中山南北那边去看，塞得一塌糊涂哈。那我们很担心，平时营区这个轻轨捷运一动工了以后，如果没有事先规划，会产生更严重的问题哈。市府交通局表示，台南轻轨捷运规划将采用高架跨座式单轨系统，伫南线甲二线的工程评估拢无问题。只是目前因为二线经过旧市区部分的路段，有民众质疑会破坏古迹，所以后续必须再努力。但新闻站山郭博弈采访报道。所以说，将未来因为这张车祸，所以失去一支脚的陈明志。人生虽然遭受到重大的打击，但伊克服了心理上的障碍，对家己严格训练，伫伊所喜爱的倒球运动当中，徛上国际舞台。今年度也会下世界深藏奥运的金牌，为台湾争取公赢。刚从宣布主委的说明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陈明志先生有办法获得这些成绩，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除了在年轻的时候18岁就全国排名第10这种佳绩之外呢，本身也曾经担任过桌球教练。后来虽然遇到车祸这样的事件，但是他并没有放弃，缓慢的转往帕运上面发展。在2014年的仁川亚帕运就已经得到铜牌。那么2016年的里约帕运得到银牌。那今年在斯洛伐克的世界帕运上面一举得到金牌，可以说持续不断的精进，那么成绩也不断的在进步，这可以说看到他孜孜不倦，全力以赴这样奋斗的精神。那么他的奋斗精神呢，也可以让我们台南市的学生作为榜样，学习他。即便遇到困难，也不放弃这样的精神。然后这一次在斯洛伐克世界杯团体赛，总共差不多都有60几个国家参赛。然后我们每一场几乎都是打满5局才战胜对手，所以这一次的金牌也是夺得有点艰难。
对啊，差不多每一场都是就是3-2险胜对手。依着家己的坚持克服困难，陈明志得到倒球升上奥运的世界金牌。同时，伊也期望会当找到适合家己的工课。市长也当场承诺要帮助伊，互伊毋免为生活来烦恼。台南新闻网找采访报道。国乐团气势十足的音乐演奏之下，伫咧庙埕头前的传统武术表演也变甲更加精彩。这样专业的表演，无论是国乐团，或者是艺人表演，或者是武术团队，全部拢是由大公国小甲大成国中的学生所来组成的。这歌也将伫咧两校的国乐成果发表会实景当中演出。那这个礼拜六晚上7点半钟，我们要在生活美学馆办理我们这个学年度的成果发表会。那这个发表会除了有国乐之外，还有我们的义政文化的这个结合，也就是把我们的义政跟国乐做现场的搭配。所以来到现场来欣赏的，不只是可以听到那个全国级的优美的乐音。同时可以看到我们颇负盛名洪佩院国内外的这样的一个义政的搭配演出，所以在视觉、听觉上面都是一大创举。我们也非常高兴看到我们就是天后宫也正式在今年里面也正式授旗给我们大光国小跟大成国中能够就是庙埕绕境的一款旗子。所以这些东西这一再的代表我们就是庙宇正式的重视我们学校教育里面对这方面的付出啦。所以这边跟你们说声辛苦你们，也非常感谢校长对这方面的执着。那我们也期盼未来我们的文化能够更加发扬光大。这届大公国小甲大成国中联合国乐成果发表会，今年度希望会当呈现台南伫咧3月份的时阵，亚妈祖的信仰，所以特别选定以世景为主题。另外，今年也有秦汉战鼓的全新曲目，邀请一位朋友唱的10个暗时，前来生活美学馆欣赏学生辛苦练习的成果。台南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好 ，OK， 好，谢谢大家。伫台南社区大厦大港分校武德班的闹热开场，爱在社区卡拉 OK 比赛正式迈入第11档。8号暗时第一场阿兰区初赛，伫赛里店蓝天宫广场展开。会场包括立委陈天辉、立委叶宜珍、副会长郭信良、议员李忠诚、阿兰区长颜胜基、阿兰区里长联谊会会长蔡和峰等贵宾，拢到场为50位参赛者加油打气。伫店蓝天宫啦吼，来举办咱这个卡拉 OK 比赛啦吼，会当讲是已经是6年以来一个传统。只要一开始，一定是伫咱12店蓝天宫，因为咱的吴董事长嘛是咱蓝天宫的主任委员，所以会当对着咱社区的付出，甲咱宗教文化推动，会当讲是非常的用心。三冠王跟双子星非常的贴心已经给咱办11届的这个歌唱比赛从社区开始让我们大家这个歌艺高强的人都可以发挥祝福今天所有的选手拢会当唱出上界悬的水准注意今仔日真正真有心，若是咱董事长，伊做着咱南天宫的主任委员，逐档的歌唱比赛第一站一定伫遮。伫遮咧表示对着咧地方的敬重、尊重，想处处社会、用处社会，甲地方的照顾之心之外，最主要是拄知有千岁的圣诞，借这个机会，甲伊恭祝、甲伊祝贺着。所以咱拍一个幕拍一个幕甲咱的董事长咧，咱咧，迄个咧真正真用心。就我看到内底主委要将对面就付出遮济，真少数。首先也是恭祝咱知有千岁圣诞千秋圣寿无疆，爱当祈求咱众神明来保庇咱众生身体得身体健康，阖家平安。今仔日的歌唱比赛圆满成功，会当有好的成绩。而且
含遮李中判，我咱感谢当年来咱上主车上冠龙举办这个美宽频、美电视卡拉 OK 的欢唱赛。今年有一个名称是用电视啦，爱社区。会中有线电视董事长新兼蓝天宫主任吴顺德表示，每一档卡拉 OK 拢特别选定利用夜圣诞节来拍头阵，才是希望祝福所有选手甲乡亲。同时，今年佮特别邀请咱在地优秀舞团 OA Studio 来表演，也希望抛砖引玉，帮助因进军国际舞台。咱就是真正肯定因的精神，甲因的武艺无简单，因这是 pro 级的哦。我甲探听起来，我本来嘛是 LKK 啊，所以什么叫街舞？哦，到尾我问阮囝什么大学读大学啊，结果伊个同学读高中的时阵，都是因学生啊，因就是专门咧教高中甲大学的这个老师，都 pro 级的，所以是全国第2名。哦，拄好配合拄好卡拉 OK 比赛，拄好好迪雾潜水圣诞，所以明仔载我特别邀请伊，明仔播3点到5点，2点钟的时间，叫做五战厨王，哦耶！哦，所以这个部分。嘛要参与，明仔载有40个人，吼，要来遮表演，吼，所以我这个直接借这个机会，吼，我用电媒体拢广告，吼，海报拢有设计，嘛希望这个代志，互大家了解咱台南的宝贝，希望咱大家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真心上嘛，甲因鼓励，甲因肯定，咱在座乡亲是当个拍一波，甲因鼓励一下，吼。有线电视持续举办卡拉 OK 比赛，吸引侪民众用歌唱来交朋友，同时拼关系、拼造型嘛拼人气。今年特别的是，每一场初赛嘛增加机上操作，还是用电视顶有奖竞单，加上32寸液晶电视模彩加免费食冰机小数，场面相当闹热。最后，阿南区初赛成绩出炉，第一组前3名，第1名高鑫，同时包办最佳舞台魅力；第2名刘怡轩，第3名林明达，也包办最佳舞台造型。另外，高一组前3名分别是黄宪荣、林大奇、李盈轩。另外，包办最佳舞台魅力加最佳舞台造型，则是陈建富。我是平时人，甲你加怨想，如今才放我甘休。天地无目睭，找无人来解救。看似一世人，了了不着想，我甘愿在生命内我自由。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主办单位表示，前3名分别取得进入总决赛资格，同时阿南区初赛10号，卖对7月15号开始，伫第4频道分段播出。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支持府民政局甲阿南区公所记得由蓝天宫管理委员会主办有战死亡街舞表演活动，到下晡伫在地蓝天宫广场举行，包括立委陈天辉、阿南区长甘新奇龙教场参与，为舞者加油打气。舞蹈嘛是文化，街舞就是文化，所以真的很感谢我们的吴主委会当讲听到少年人的声音，所以用着咱今仔日蓝天宫咱的地府千岁的这个圣诞的时间的日子用一个无同款的方式，让咱蓝天宫的地府千岁会当看到少年人的活力，会当看到少年人未来对着国际竞争力，这是上重要。所以我们一起为我们的 OA 加油。今日感谢咱蓝天宫管理委员会这呢会当讲甲这个团体吼来一个鼓励甲赞助，这大家乡亲甲这个学员吼鼓励一下，有这次的机会会当替台湾啦争取真好的成绩。这场活动由 OA Studio 负责承办的团长黄庆元带领，表演队伍对各中小、高中到社会人士拢有。其中也有今年拄得到世界街舞锦标赛台湾区亚军的队伍，总共9队，将近50名舞者参与，荣幸闹热。现场除了每一支队伍互相加舞，其中也有教师教育个人的 solo， 将活动炸裂上界高调。风格叫做 breaking， 就是我刚刚讲的头插白，要来哦，我瞎吹了哦，厉害厉害，下去了 ，Let's go。今年刚升国一，未来有望成为下一个周子瑜啊！第一摆街舞表演完 ，OA Studio 嘛将伫8月份代表台湾到美国参加比赛。主办单位蓝天宫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吴顺德嘛代表美方捐赠一份大红包，赞助参加比赛经费，而且预祝得到好成绩。以12天蓝天宫的名义啦吼，来甲咱这个 OA 吼来甲因肯定鼓励，嘛甲因加油，希望。因的这个兴趣，甲因的专业会当代表咱台湾，嘛是咱台湾市讲吼，去美国参加这个世界杯，会当互平安顺遂，心想事成。咱大家吼，共同热烈来拍一个波，甲因祝福。另外，为了庆祝地府千岁圣诞，在电蓝天宫对9号开始连续3天举办金光布袋戏，当头戏则是7月11号，农历6月18圣诞当天，嘛欢迎信众踊跃参与。电新闻林光采访报道。暑假一到，台南邮局照例举办暑假亲子节游见习营，今日伫台南总局6楼礼堂举办，白号早起去袂少家长带小朋友参加。台南邮局副局长陈秀荣表示，希望这活动一方面推广节游向下扎根，另外嘛希望借此启发小朋友对邮票美学的参与。集邮是我们邮局的核心业务，那我们也希望说从小往下扎根。所以，我们从80几年开始开办这个小小集邮营呢，全省所有的责任中心局都有在办理，然后分批办理。那很多小朋友都非常热烈的参与。那从这个小小集邮营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激发小朋友对于那些邮票美学的一些参与啦。好，然后从这样子来延伸到说对于那种静态嗜好。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除了我们这个小小集邮以外，我们邮局也在各个学校都有推广集邮教室，就是一直在延伸下去，让小朋友从小养成对于这些邮票还有这些美学的一些观点。现场都有老师传领学童认识邮票的美丽、体验收集的趣味，另外嘛有明信片书写。
检视完成邮票嘅颁发专属个人化邮票检视证书，真实记录2天来还是成果，和每一位学童拢收获满满。台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知名潮流品牌的服装，一领200块的囡仔衫，满6领只要1000块。另外，还有各种卡通系列的七条物仔，亲像佩佩猪、玻璃，也就是小小兵等等，种类非常的多元，会当讲是应有尽有，也经袂少爸爸妈妈带囡仔来遮亲自挑选。那佩佩猪系列有比较便宜，因为佩佩猪系列比较。因为它原价的话比较贵，但佩佩猪系列就比较便宜，正版的有比较便宜，小东西还好。哦，就刚好看到小小兵，然后就带小朋友来走走看看这样子。小朋友喜欢小小兵？他可能还小，还不太懂，不过应该还蛮喜欢的啦。想要买玩具给他，对不对？对啊，他比较喜欢换鞋子啊。还有就是这里的价格怎么样？价格应该还不错啊，应该还不错啊。这场原唱拍卖会地点就伫新台会馆地下2楼，活动至到7月23号。有兴趣的民众就要把握机会。咱新闻站上郭博义采访报道。一名53岁的妇人人，日前因为车祸送急诊，透过 X 光检查，看是毋是有骨折，或者是器械伤。想袂到煞意外发现2公分的结节。对此，医师表示，肺癌早期因为并无任何镜头，无容易被发现，所以才需要透过胸部 X 光，也就是低辐射剂量的断层扫描来做体检。早期肺癌通常很难透过一般检查发现所以我们现在会建议使用低剂量的电脑断层，那去筛检是不是有早期的肺部病灶，以便进一步做处理。就是可以比较仔细去检查胸部里面的状况，那可以完整检视包括肺脏或是骨头或是其他器官等等。有没有什么病灶？我们在一般传统的 X 光并没有办法发现。医师强调，肺部低辐射剂量断层扫描，一般民众拢必须自费。但若是过去1个月来有不明原因会扫出血，以及透过胸部 X 光怀疑得到肺癌，也就是过去1冬内有不明原因体重减轻超过6公斤等等，健保拢会当支付检查的费用。但新闻站上郭博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